各位好，自由行今次嚟到竹子林，嚟到呢一間酒店，打開個窗簾呢，就見到呢個絕世嘅靚風景，仲180蚊試下呢個南洋六角鮮味撈火鍋自助餐。第二朝仲用美團超平外賣輕鬆開餐。睇之前可以先訂閱我嘅頻道，如果能夠讚好同埋分享俾你哋有需要嘅朋友就更加好啦。好啦，我哋立即去片。首先呢，我哋會去到竹子林站先嘅。如果想嚟竹子林站呢，可以喺羅湖搭1號線，大概32分鐘，或者喺福田口岸由4號線轉1號線，大概呢25分鐘就會嚟到。我哋呢喺 B2 出口嗰度出，咁呢就會行到嚟今次介紹嘅酒店梧桐寓酒店。酒店本身呢有一條好長嘅樓梯，咁如果唔係好方便行樓梯呢，我建議就跟翻我而家呢一個路線行。首先呢，行過咗長樓梯嘅位置，咁我哋向前行呢，就會見到車場嘅出入口。咁之後呢，我哋就轉右向前行呢，就會見到寫住酒店大堂嘅牌。咁之後呢，慢慢向前行呢，就會見到有2部升降機。我哋呢，撳1字就可以去到酒店大堂嘅位置。我哋首先登記先，一出升降機轉左呢，就會見到大堂登記嘅位置。同埋呢，原來大堂係裝修緊，所以出入呢就要小心啲。喺登記嗰陣時呢，屋企人都要喺隔籬呢一個休息室嗰度坐一坐，等一等。而側邊呢，都有啲口罩、牙線嘅日用品，有需要呢都可以攞嘅。我哋當日呢係用去哪兒用229蚊訂咗呢一個特惠大床房，不過經理話呢幫我哋升級咗嘅，我哋睇下升級係咩樣先。呢度嘅裝修設計呢同平時啲酒店嘅房好唔同嘅。近門口嘅位置，右手邊呢就係沖涼嘅地方，有花灑頭、洗頭水、沐浴露同埋護髮素都齊備，去水位都正常，冇話沖涼嘅時候呢有淤塞嘅問題。隔籬洗手間呢就有抹身用嘅毛巾，而下邊呢就有一個按壓式嘅馬桶，而出邊呢就係洗手盆嘅位置，隔籬呢就晒牙膏牙刷嘅日常用品，下邊呢就有2對拖鞋。而對住呢，就係嗰張大床，有2個枕頭同埋2個箍筍，床褥都舒適，軟硬度呢都適中嘅。而左手邊呢，就有個大衣櫃，裏邊呢就提供咗6個衣架，衣櫃嘅面積呢都幾大嘅。衣櫃前面呢，就有個床頭櫃，有電話同埋有個插蘇可以插電嘅。而下邊呢，就有2對即棄拖鞋，而風筒呢，就喺櫃桶裏邊。隔籬個床頭櫃呢，就擺放咗遙控器同埋插蘇可以插電。床上面盞燈呢，就好有太空科幻嘅感覺。而床頭對住呢，就係前面電視機嘅位置，而電視呢，係直播都睇唔到，只可以睇預設嘅程式。有水煲、2支免費水同埋免費嘅茶包供應。下邊個櫃桶呢，就有個延長嘅插蘇。雖然呢度嘅電視呢，就冇乜嘢好睇，但係呢度嘅風景就真係唔錯嘅，非常之開揚，仲可以睇到深圳氣象局。而左手邊呢，都有一個窗口，係可以望到學校球場嘅景觀嘅。到差唔多食晚飯嘅時候，我哋嚟到竹子林嘅 A 出口，不過呢度呢，就要上幾級樓梯嘅。去到地面之後呢，就沿住呢條行人路向前行。沿路呢，就冇瓦遮頭嘅，咁如果有需要呢，建議就可以帶翻把遮。大概行到6-7分鐘呢，經過3個高速公路嘅橋下邊之後呢，就會見到右邊有個車場出入口。咁跟住呢，繼續向前行，望住右邊呢，就會見到今次介紹嘅另一間酒店——深航國際酒店。酒店以航空主題作為設計，裏面包含咗好多飛行嘅意象，例如大堂一個2邊飛翼嘅雕像，再加上雀鳥飛翔嘅模型。正門上面有幅畫呢，係有飛機、空少同埋空中小姐，亦都擺放咗好多飛機模型嘅擺設。我哋今次呢，就試下位於地下大堂嘅呢一間餐廳。餐廳呢，喺大眾點評都有套餐賣嘅，套餐有好多種款式嘅，由2大1小、2大2小，多種選擇。我哋呢，就買咗2份成人單人嘅套餐，183蚊。因為餐廳座位有限啊，如果買咗優惠券之後呢，最好就先預約。餐廳嘅面積呢，唔算大嘅，
但係呢度嘅服務呢就好細心，好似我哋早咗嚟呢，佢都叫我哋可以坐低休息下，跟住呢可以出去攞下嘢飲，嘢食呢就要遲少少先至可以攞。就連餐廳裏邊呢都有啲飛鳥嘅裝飾，貫徹翻酒店航空嘅主題。飲品呢唔算係好多，比較主流嘅汽水佢都有嘅，亦都有啤酒同埋呢隻比較出名嘅大象牌蘇打水，亦都有檸檬茶同埋鮮榨果汁，亦都有部咖啡機沖泡唔同款式嘅咖啡呢都可以用佢。想中式嘅茶呢，呢度都有6款可以俾你選擇。打邊爐呢，當然唔少得醬料啦，呢度呢有成16款俾你可以慢慢揀。湯底呢就有3種嘅，有比較酸酸辣辣嘅冬陰功，前面呢一隻呢就係椰子雞，同埋我呢一隻呢有少少辣嘅辣沙。服務員呢會先幫我哋嘅湯底點咗火先，點好火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出去揀嘢食啦。呢度嘅款式呢唔算話好多，但係呢都擺得比較整齊同埋清楚嘅。呢一邊呢係擺放一啲冷盤嘅食品，大部分呢拎翻去就咁食就可以啦。而冷盤隔籬呢就擺放咗打邊爐嘅海鮮，有蝦、蜆、青口同埋東風螺，仲有蟹、魷魚、大頭蝦同埋聖子添。啲蟹呢已經洗乾淨晒，你睇下都幾多膏噶。另外一邊呢就有啲丸類、肉類、午餐肉、黃鱔等等。隔籬呢就係雪糕櫃，有6隻口味，但係呢就冇寫邊一種味道。而對面嘅甜品選擇呢就超多。如果我淨係影甜品俾你睇，可能你仲以為食緊甜品自助餐添。除咗有甜品呢，亦都有啲包類嘅。隔籬呢亦都有2款糖水。隔籬呢就係肉骨茶同埋冬陰功湯。刺身嘅選擇呢就唔算多，只係得4款。炸物嘅種類呢都係有4款。而隔籬呢幾款菜呢都可以攞翻去淥嚟食嘅。師傅呢亦都會即場烹調唔同種類嘅食品，譬如羊架、牛扒、魚、腸，唔同種類嘅串燒。師傅呢會即場烹調，所以呢製作需時，係要俾啲耐性嘅。最尾呢一邊呢就係蔬菜類，食得太多肉類，有時呢都要食翻啲蔬菜嚟平衡一下。到咗熟食或者主食類啦，呢度呢有9款選擇，佢有炒河、海鮮、肉類，真係形形色色，咩款式都有。而呢個價錢同埋呢個質素，我覺得呢今餐都係合格嘅。食飽之後呢，真係天都黑晒，我哋呢就由酒店嘅天橋行過去對面嘅商場睇下。對面嘅商場呢就叫做東海繽紛天地，裏邊呢有一間比較名牌嘅超市，對面呢就有間食雪糕嘅野人先生，其他食店都唔少嘅，同大家快速咁樣睇一次。除咗一啲連鎖集團嘅餐廳之外呢，一啲比較高價貴價嘅餐廳呢，呢度都會見到嘅。除咗餐廳之外呢，呢度仲有間英皇電影城，不過票價呢成100蚊，可能呢仲貴過香港。所以我哋行咗一陣呢，都返酒店啦。房間外邊嘅夜景呢，就係咁樣嘅。到咗第2日，我喺酒店對面嘅餐廳呢，買咗啲早餐返去食。之後屋企人呢，喺美團嘅小象超市買咗啲餸返香港添，好似啲3盒蔬菜只係需要10蚊啫，唔使30分鐘就專人送到上酒店房。之後呢，我發現喺特價團裏邊有好多好優惠嘅外賣，結果呢，中午連出去食飯嘅興趣都冇埋，買咗好多外賣喺酒店房度食。好似呢個8寸嘅披薩只係需要18.9，呢碗麵呢18.3，呢碗豬腳飯呢16.2，呢碗咖喱蛋包飯14.8，呢碗炒河呢只係需要13.9。喺呢間酒店隔籬嘅餃子館，佢嘅羊肉水餃只係需要19.5呢，就有15粒。真係足不出戶呢都唔會餓親啊！好啦，今集嘅分享就去到呢度，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